到厕所又想到一个故事，我故事很多，他做的鱼缸发电。有一个小朋友在那个天主教那个教会学校读书，神父总是有些时候怎么样，会说一些道理嘛，圣经啊，圣经就会提到上帝啊。有一天他就问说，你们知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呀？有一个小朋友马上就举手了，说，Father 就是神父，我知道上帝在哪里。那个怎么样？神父就好高兴说，今天终于有一个知音。在水家就说那我啦，我也来去那里来，怎样上帝在哪里？请问你们上帝在哪里？啊？